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国道客运票价入要起，公路局是宣布讲，若准毋是使用 T-Pass 的人，这车票会由政府来补贴2/3。以台北到高雄来讲，这票价上济是起36块。国道客运的基本运价距离上一次的调整已经超过17年了哈。那客运全国联合会这次提出的一个调整方案交通部已经在5月1号核定了哈。那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调整，可以合理的反映业者的一个营运成本哈。那同时来改善整体的一个经营环境哈。这公路局是表示讲，台北到台中呢，咧4排座位的上济是起4块，3排的是起17块。若这台北到高雄4排座位的是起7块，3排的是起36块。交通部是表示讲，这底图起价的部分会当互 T-Pass 甲借落来，若长途是会加减补贴来降低影响。客运若是起票价，只要报互监理所，这公告1礼拜了后，就会当正式来实施。